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菜梗做公益，大师习53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今仔日是6月初6，拜5，有几套版路要分享给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无加减拖白二综艺。咱对4月初一开始，31个第5期、顶3期、即2、3，第2期、第4期、2、4、3、6。31个下7期开二综艺，即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开2、4个。2、4个去读落版头。4月12、31个第5期、顶3期、即2、3，第2期、第4期、06、2、4。31个下7期，即2、3、4、5、6、7。06、2、4双开。4月22、31个第5期、頂3期。即2、3，第2期、第4期、2、4、3、1。31个下7期，即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開31个。31个去讀落版頭。5月初3、31个第5期、頂3期、即2、3。第2期、第4期、2、6、3、1。31个下7期，即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開2、6個。5月29、31個第5期、頂3期、即2、3。第2期、第4期、1、5、2、4。31個下7期，即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這就是6月初6，拜5要用的。1、5、2、4。二綜藝，給各位朋友做參考。這版是合數的二綜藝。咱對4月24開始，7期一屆，即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固定7期一屆。第2期06合數23、38。1732下2期，即2。開32個。這2期合起來38。12合數23、38。1126下2期，即2。開11個。
09合数23、38，一四二九，下两期即两开29个。07合数23、38，一六三一，下两期即两开16个。08合数23、38，一五三0，下两期即两开3个。30合数23、38，0832，下两期即两。这就是6月初6拜五要用的。08、32，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加码的学中医。咱对5月24开始，一期一解。第3期29，减1、28，加6、35，28、35下4期，即2、3、4，开28个。28个去读到班头。21减1、20，加6、27，20、27下4期，开20个。23减1、22，加6、29，22、29下4期，开29个。15减1、14，加6、21，14、21下4期，开21个。28减1、27，加6、34，27、34下4期，开34个。21减1、20，加6、27，20、27下4期，开20个。20减1、21，歹势，20减1、19，加6、26，19、26下4期，开19个。1减1、10，加6、17，10、17下4期，即2、3、4。这就是6月初6拜五要用的。10、17，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版已经准7解，即解是第8解。版路无绝对，号码有介意才使用。以上即几套版路
分享互各位朋友下排做参考。爱记看煞，爱甲大师是有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